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3篇1节到第8节，尼希米记13章15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安息的主。安息日是上帝所设立的，不但如此，上帝还将安息的恩典赐给凡是相信并且接受的人。上帝6日创造，第7日安息，因此也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似乎忘记了守安息日真正的目的，却用守安息日变成了诫命来钳制人。这样的情形是记载在也同样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的13章55节到22节。那些日子，我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榨葡萄汁，又有人把五谷、酒、葡萄、无花果和其他的物品驮在驴背上，运到耶路撒冷去。我警告他们不可在安息日做买卖。有些泰尔城来的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把鱼和各种的货物带进城里，在安息日卖给我们的人民。我责备犹太人的领袖说：你们怎么敢做这样的恶事，干犯安息日呢？这不正是上帝惩罚你们的祖先，毁灭这城的原因吗？你们现在干犯安息日，使上帝的愤怒更多的临到以色列人。于是我下令，每逢安息日开始，就当黄昏一到，城门就要关起来，直到安息日过了才能打开。我派了几个仆人守在城门口，不准人在安息日带货物进来。有1、2次，那些贩卖货物的商人在礼拜5的晚上留宿在耶路撒冷的城外。我警告他们：你们为什么留在外面等着天亮呢？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对付你们了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不再在安息日到城里来了。我吩咐利未人要洁净自己，然后去看守城门，使人民确实守安息日为圣日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为这件事纪念我，并且因你的大慈爱怜悯我。如果安息日是为了要敬拜上帝的话，那么安息日使人得安息，就是基督徒的呼召与使命了。但是犹太人忘记了这个呼召与责任。在新约福音书当中，我们经常看到犹太人呢，对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治人、帮助人来攻击耶稣。当然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更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。但是耶稣基督却将正确的真理与他们分享，并且提醒他们，他就是安息日的主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基督经过麦田，他的门徒摘了一些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一些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说：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准做的事？耶稣回答说：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走进上帝的居所，拿了献给上帝的供饼吃，又给他的随从吃。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任何人吃了都算是违法。
于是耶稣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新的诫命不是教导我们应该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吗？第二个也是一样，同样的重要，要爱人如己。那我们怎么可能为了死守安息日而置人的生死而不管呢？要记得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用整个身心颂赞他的圣名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不要忘记他的仁慈。他要赦免我所有的罪，他治好我一切的病，他救我脱离死亡，他以怜悯慈爱环绕着我。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，使我青春常驻，健壮如鹰。上主为受逼迫的人伸冤，他为他们伸张正义。他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，使以色列人看见他大能的作为。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诚心敬拜上帝的基督徒，并且愿意尊主为大，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，并且使人得益处，使上帝的名得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